後來，過來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有咧拍算，今年的頂半年要訪問中國，要甲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。即擺傳出講，美國的總統川普甲習近平的川習會可能會延期，這等於是鄭習會會比川習會較早。講這是引起到國民黨基層的擔心。要選台南市長的謝龍介就講，地方選舉的重點是內政，怕這種兩化的議題，真歹得到政治紅利。是，來者是客。這個志涵先，沒有，志涵講。韓接受訪問攏展現善意，民眾黨來到國民黨中央，要來討論2026要安怎合作。對4個縣市的目前都是採全民調，我們當然是朝這個方向去前進。那麼一切具體的內容呢，就請大家再稍微等我們一下，因為我們還是要尊重我們2個黨的這個正式決策的機關。有很多的縣市呢，其實根據我們的了解，也確實他們也支持這樣子的方向繼續走。若要合作規則大概已經確定啊，不過影響民調的對了候選人本身，黨中央政策方向嘛左右戰局。畢竟呢，關鍵變數還佫有鄭習會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規劃今年頂半年要完成去訪問中國北京的鄭習會，再來去訪問美國。不過本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甲美國總統川普的川習會要佇3月底舉行，即賣因為美國以色列甲伊朗的戰爭，所以講有延期。風聲講鄭習會時間上有可能會佇5月，安尼比川習會更較早。一定會在川習會之前進行。就是我們都不知道了，然後更何況是說這個風到底是哪裡吹出來的哈？很多的焦慮或是擔心啊，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的時候呢，其實都有點太過度了啦哈。本來就是聚焦在內政嘛，因為這是屬於地方選舉，你要打政治議題，要打兩岸，要奪取這個政治紅利，我想比較困難。鄭麗文想要在選舉年訪問中國，即馬為年底9合1的選舉帶來變數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